睇書我學到一樣嘢，人生咧就好似行山咁樣，行山有個目標，你今日嘅目標要行上大帽山山頂，我都有人生目標㗎，往往呢個目標就好難去到啊，點解去極都去唔到，好辛苦啊，點解呢個人生咁長嘅，點解個目標咁難，做人咁難？係，你係要行上大帽山山頂，但係行上山頂嘅途中，你會經歷過好多好靚嘅風景，你會欣賞好多個風景，你會係同朋友一齊行，有講有笑，咁你好 enjoy 同朋友行山嘅過程，好 enjoy 同你個仔行上大帽山嘅過程，有好多開心嘅嘢喺度嘅，亦都係有可能你遇到狗狗，你遇到蛇，你可能會受傷，你可能會跌倒，唔知㗎喎。你亦都係遇過好艱難嘅路，你要係爬上個山路，你爬上啲石頭度，好斜嘅斜坡，你行上去。喺個過程裏邊，你跌倒過，你起翻身。我可以同我仔去經歷過艱難嘅路，回想一下咧，你好慶幸自己有個咁樣嘅人生，你好慶幸自己跌倒過，再起翻身，成就今日嘅你。雖然你最後都行唔到去大帽山山頂啊，但係你係都係不枉過，你係要有方向，你要有目標。我同個仔行上大帽山，不如我哋唔使行到上山頂啦，行到第二呢個山峰咪夠咯。你個目標可以 anytime 都轉嘅，靈活嘅，唔係咁死板嘅。我哋嘅人生意義咧，就係喺行山嘅途中享受每一個當下，享受每一個喜悅，享受每一個艱難點。